带去读唐诗。望月怀远，作者张九龄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景色起相思。欲作临江晚，披甲罗丝。不堪盈袖轻，还寝梦家己。简介：这首是在开元24年，西元732年，作者被任神李林甫来弄害，变更到经手是中暑的时阵所写。起句的海上生明月，已经雄浑广阔，堪称是千古的佳句。同时呢，嘛点出诗题望月，天涯共此时，是由景入情，转向怀远。短短两句，将诗题景甲情全部吸收入来，朴素无华，风格自然。按明月东升到月落乌啼，时间应该真长。诗句呢所提景色，就是讲通宵达旦的意思，是怀念远在天涯的亲人，怀念到几日当中未当入眠。为着铁牙难寝，因为蜡烛火伤过光，所以将蜡烛火来焚花呢，想袂到日光同款是遐尼只明亮，只好满衫步出了门庭。欲作临江晚，披甲罗丝。这两句呢是巧妙来写出了归暗未困的实情实事。不堪盈袖轻，还寝梦家己。月亮遐尼正圆，遐尼正光，遐尼正水，又在满灭落来。那满灭落来时，送互你，唔知要偌好咧。吐这个大气，困吧。无一定困了后呢，会当伫梦中相会。收尾这两句呢，翻古为新，悠悠来突出了不尽的相思。确实有言有情，情未断，意韵悄悄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还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